情，你不斷呼叫我劃破，寧靜我的心下度，再難過，講不出愛沒結果，口和唇緊緊閉鎖。一話都不說，害怕連累你一生日月，憾無缺，只差跟你曾遇過，給過你太多波折，寧願沒擁抱。雨神你好，有5晚燈，直接晉級。Thank you， 多謝評審老師。Thank you。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馬來西亞嘅張雨神，但係我而家咧喺台北嗰度做嘢啦，就係一位創作歌手啦，同埋音樂製作人啦。呢次好開心可以即係參加呢個節目嘅。我哋交俾評審。雨神，你唱到咁，做乜鬼幕後啊？做幕前啦。你絕對係呢個黑馬啦！你之後好好揀歌，好好發揮 ，showcase 埋你嘅國語歌。如果你中文、廣東國語、英文都唱得咁好，哇！你真係幾乎係無敵㗎你。Thank you， Tim Sir。想講一樣嘢就係咧，唱歌嘅時候咧，雖然個嘴唔係好大咧，其實佢內裏嘅空間係，哇，係好難做到咁樣，仲可以鬆嘅，所以真係好無敵嘅一個超群技巧嚟嘅。Congratulations！知唔知咩叫5盞燈啊？姓伍嗰個嘅燈咪5盞燈咯。雖然有少少難，但係真係嘅。嗱，佢都讚晒你啦。我可以俾少少 advice 你嘅。你其實咧都係一個哭腔人嚟嘅。唱廣東歌，小心你嘅武器可能係害咗你㗎。好，曾經有參賽者係因為哭腔玩到出神入化而瀨嘢㗎。廣東歌要恰到好處，要自然流露哭腔，唔好為哭而哭嗰啲咧就唔得㗎啦。好 ，OK， 知道唔使。係啊，如果唔係嗰個5盞燈咧就危乎㗎啦。不過今日你已經可以去晉級區域嗰度，恭喜晒！好開心啊 ！Thank you，多謝。